Dịch Cô Linh Thổ 10 thì 13 節有講到，攏從日切已經過嘅試探，都係日常嘅試探。試探係咪呢？試探都係各樣之間對付嘅問題，各樣之間對付嘅苦衷，各樣之間對付嘅煩惱，咁就係按到試探。但係呢，因為到上帝講緊日常嘅，唔會超過這個人類嘅力量。但係因為到上帝要重心，冇讓這個單殺經過呢個試探，超過這個嘅力量。表示一個咩？這個超過一切呢個試探，上帝要個統裁，要看待這個。佢小妹接下嚟講，當這個達到呢試探之時，各樣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嘅煩惱，佢上帝開路本設計，為了咩？設計人擔，能夠擔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煩惱，一切嘅試探，設計人擔。但係呢，因為到上帝本設計力量，佢看待設計，佢統裁，佢祝福設計，本要新嘅力量，本設計經過一切嘅試探，一切嘅痛苦。所以，這樣設計係勸前上帝，宣認上帝，耶穌基督作為救主，佢能夠幫助設計，能夠開路本設計，去得勝嘅路，去得到這個恩典嘅路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